我这边是劳工局，然后我一天大概接的纾困量大概是纾困电话的话大概是20到30通。那通常问的问题就是最近有劳工的贷款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无一定雇主跟自己作业者的生活补贴的问题。喂，台南市纾困办公室，你好。那目前就是有分2块，一块是贷款部分，另一块是有投保在职业工会可以申请的生活补贴。我们这个纾困专线办公室呢，我们在5月27号的时候成立。那原本呢，我们总共呢大概一天呢，大概是800多通左右的电话。那后来因为民众对于纾困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后来一天平均都大概在1200通到1500通。那当然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到一天2200多通。市长呢就是体恤我们的市民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纾困方面的一些问题要询问，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设了20条线，然后来服务民众。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中旬起，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全国进入3级防疫警戒，商家、劳工都面临暂时停业、停工或收入减少的情形。台南市政府推出安心就业、安心上工等措施，更成立纾困办公室提供咨询。另外，经发局还推出 Line@ 纾困小帮手，提供即时服务，希望在疫情艰困的时候，尽可能协助市民朋友渡过难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为了防疫，大家一起在努力。那因为这个防疫措施或者是这个警戒的措施，其实就像要进去一个房间，要屏住呼吸一样。所以不管是工商业，或者是各行各业，一般或者是餐饮业，或是观旅业，基本上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所以必要的纾困措施是很重要。纾困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次的纾困，成立了纾困专案办公室。那不仅有专线来从事这个纾困的服务，而且有这个相关的措施，我们还会主动出击。那去年的纾困措施，台南市办理的相当好。我们今年虽然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毕竟遇到3级防疫警戒了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纾困专案办公室，来为不管是劳工还是工商企业界的一个服务。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3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屏东棒山农会因为疫情爆发，传出山野被退订的消息，结果引起民众的声援，一天内就被订了。所以屏东就请民众改订台南的山野，和市长黄伟哲非常的感动，在第一时间就回送防疫物资，感谢咱的兄弟关，小挺台南农民。一箱一箱来自台南的消毒水、吹暗甲毛豆面等物资，29号晡送来到屏东。这就是市长吴伟哲为了感谢棒山农会供应的山野已经要进入尾声，呼吁改订台南山野来小停一思，所以特别出车表达感谢。我们今天带了有1万个口罩，还有1000瓶的消毒水，及20大箱的英雄面，还有2大箱的毛豆面，我来感谢我们枋山农会对我们台南市农会、台南市政府农民的一个支持。
哦，它因的官网内底也有连接到我们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芒果订购的一个相关资讯。所以说市长也非常感谢这个枋山农会这样的兄弟到小厅来共同协助农民在这个疫情期间更感觉非常的温馨。其实，民党伫顶一季往来大出期间，因为受中国打外销，当时台南得到促销。即摆民党因为疫情传出宣影被恶意退订，引发民众声援订单爆量以后，呼吁民众改定台南的宣影。两市之间互相小听，也看出好感情。感谢市政府咱的疫情物资已经来到阮枋山地区农会在此，伫遮除于感谢台南市政府之外我嘛是伫遮要甲各位讲，咱对这个疫情咧挺枋山遮所有的消费者对咱枋山的爱文咧挺的这个消费者是毋是我枋山遮过一段路结束是希望恁有用这个心情来有甲阮斗支持阮台南区、台南市这是一种甲各位所有的消费者做一个说明。根据了解，台南宣影产期大约对7月开始，今年大丰收阁比往年较济，所以中央农业会嘛发布新闻稿，请民众改定台湾上大产地台南宣影，疫情期间团结支持台湾农民。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蔡宏报道。为了感谢消防人员维护民众居家安全的付出，议员创全结合台南在地多景点家，购买一批防疫物资，提供予第一线消防人员使用。30号上午，伫台南市消防局举办观景仪式。议员蔡洪全关心疫情问题，伫5月中就曾经联系台南知名餐厅，捐赠红鲟米糕予第一线辛苦医护人员，为因加油打气，也协调国际筛取会300低湾区捐赠200万，加速市府筛检站的设立。而这次的物资捐赠，除了是家己出钱以外，也邀集台南侪间商家，包含鸿运家具、泰师傅企业、好印象公告、顺益餐饮、好运公告社。果子狸水果大卖场等商家捐赠服务件1100个，以及翠安15000个，提供予台南市7个消防大队使用。32个捐赠仪式由消防局长李明峰亲自代表受赠，非常开心感谢我们蔡旺全议员的协助，然后泰师傅变这个公司等等一些企业呢都捐赠我们防护罩，还有医疗用的口罩。那对我们当前疫情的严峻呢，消防人员在从事紧急救护的工作呢帮忙很大。我在这里要代表我们消防局全体的同仁，感谢蔡议员、蔡旺全议员以及我们相关的泰师傅等这些相关的企业的帮忙。第一线作战的消防员，他们的一个设备，这个都是消耗品。那所以我们陆续继续的一个和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店家来捐给那个的防护镜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口罩医疗口罩。那特别不一样的是，这次我们的店家都是中小的一个店家。其实现在的景气，他们也都很辛苦，但是再怎么辛苦，他们愿意站出来，力挺我们第一线的作战的防护人员。那所以我们这次总共捐给我们7个大队所有的这个第一线作战的一个外勤人员，大概有1077位以上哈。那在这边也特别的感谢我们这些出钱出力的这些中小店家。议员创全另外表示，疫情期间消防人员执行更具危险性，所以有充足防疫措施是必须的。这次的捐赠就是希望会当提供消防兄弟一个安全的执勤环境，会当在保护人民安全时无后顾之忧。台湾警察议员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每当暑假，议员林美燕都会提供爱心营养午餐给弱势学生。今年虽然疫情严重，不过议员也是决定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之下，比照往年继续提供爱心午餐，来帮助需要协助的家庭甲小朋友。全国3级警戒延长，所以有真侪家庭拢受到真大的冲击。
台南市议员林美燕决定伫这个疫情的期间，嘛比照以前继续提供绿色家庭的学生爱心营养午餐。到今年已经是连续第7档伫暑假的期间来提供学生爱心午餐。除了这些协同，我们会去更加的，就是我们去好好的照顾他们之外，因为我们这边所有的名单都是透过学校通报过来的，通过学校通报过来。那这段时间，如果我们社会还是有人在你第三关怀需要关怀的地方，需要在这个就是在这午餐的一个部分能够就是加以就是我们的协助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的服务处跟我们登记，跟我们登记。我想我们2位理事长绝对不会吝啬的，他也常常交代美燕说，只要一定会说需要咱的时阵，我们随时把双手打开，欢迎他们我们就是大家来这多照顾这些需要关心的人呐。有些家长甚至于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然后继续在工作，或者是说他们要照顾家里面的小孩子，那也被迫不得不在家请假照顾孩子。这摆市议员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慈善爱心会，阁有中华九子慈善会，共同来发起长期提供绿色儿童营养午餐的计划，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帮助更较侪有需要帮助的囡仔，嘛会当替这摆疫情受到影响的家庭来分担一寡压力。我们要谢谢美燕议员在带领的整个团队已经第7年了，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在这一次在支持整个暑假期间弱势学童的午餐方面的所有的社会人士给他们一个掌声，也要谢谢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关怀。台南市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特别表示，每一档除了市府编的预算伫咧协助绿色家庭以外，同时嘛特别感谢议员连续7档来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最后，议员嘛要提醒民众，疫情的期间为着要互大家方便，今年学生家长家己对所提供的地点内底来选地点领餐，经过登记了才来领餐。来领餐的时阵，请一定要挂好喙罨，领了就离开。来降低有伤侪人自责的风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关心疫情期间弱势学生的饮食，组织基金会伫暑假期间将伫5880个价收入户，每个月拢会捐出生活甲蔬果等物资，而且直接配送到厝，预计将有超过7800位学生受到帮助。对马轨道顶新鲜的蔬菜、水果、甲各种主食、副食品等物资相当的澎湃适应，这拢是来自组织人的爱心。组织基金会表示，为了让台南的弱势学童伫暑假期间变欢乐食食甲生活，特别推出营养支持专案，除了顾生活嘛顾健康。所以市府特别召开记者会，会中市长用网络直播方式，象征性对花莲组织总会兄弟接下这批物资，嘛回送感谢状。我们特别感谢慈济基金会能够整备这么多这么好的物资，不管是米啦，还有相关的这个食品，还有不管这些主食、主副食，还有这些蔬果。提供给弱势的家庭，他们度过一个充满温暖又充满健康好的暑假的饮食之用这点是非常感谢。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蔬果箱跟这个生活箱，这基本上是非常简单但是实用的，但是是非常澎湃而且实用的，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我想再次感念基金会各位师兄姐的这个爱心善心，感念上人的慈悲心组织基金会对发动一礼拜所需到今日捐出逾过4500万的物资，有5880户，超过7800位学生受到帮助行动。组织表示，为了蔬果的新鲜，台南农产有销公司嘛无少成本，将协助因直接配送到弱势厝内。里面的物资包括我们的香鸡饭、香鸡面，还有一些干粮还有一些坚果。重要的在心灵方面，我们还有一本上人的静思语。那我们是7月份、8月份都会各配送一次。那健康蔬果箱的部分，考量到食材的新鲜度，所以
台南农产运销公司，他们也愿意每14天就配送一次所谓的健康蔬果箱，里面都是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希望特别嘛是防疫期间，弱势学童的饮食健康甲营养，伫各界持续关心，嘛互弱势家庭会当安心。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谢谢大家，感恩。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肺炎疫情拍乱大家规划，不止生活各方面受到限制，连暑假佚佗、毕业旅行等等，拢被迫取消。大堂中原酒店听到大家心声，为即马开始到7月4号办理2022大房优惠快闪特卖，提供予民众预购。等疫情解除了后，得当用超优惠的价格带5000饭店。大堂中酒店超前部署，为消费者大兴考量，因为疫情趋缓后，国民旅游热潮的到来，提前规划2022年会当使用的住宿券，每张只卖2022块。台糖长荣酒店为了想就是说让明年快快乐乐出来旅游，所以我们推了一个就是那个快乐出行的一个快闪住宿券。然后这个住宿券来讲一套一张的话是2022，等于针对明年2022年。那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先买，然后先买先优惠，后来享受。那明年的话可以快快乐乐来出行来旅游，就不要跟人家来挤。这是我们推出台糖长荣酒店推出这个住宿券的用意，希望大家先买后来享受。大堂中原酒店2022住宿券因为介绍超优惠。所以是一套10张来卖，总经理郑东坡也欢迎民众会当揪团做伙来买。我们希望鼓励大家出游，为了这样才设定这一个，就是说以10张1组，然后你也可以去揪团，因为是相当优惠，相当的便宜。最重要说，先买到以后放着明年嘛，明年的大家就不用再跟人家挤那可以快快的出行来旅游。原本一间平常日要5000的房型。民众现在只需要开2022块，等明年疫情趋缓后，就会当享受到5菜饭店的住宿服务，非常的优惠，而且嘛会当用国旅卡来购买。不过，这个套票特别，为即马开始只卖到7月4日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卡手就要紧。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南区乐龄学习中心伫5月中停课，不过为了提升长辈免疫力甲健康活力。特别透过线顶直播来设计课程，而且将运动融入生活，加上趣味的动脑筋，长辈反应拢真好。这间会柜就是南区乐龄学习中心的风格学童直播体智能课程的空间。虽然5月中疫情3级警戒学习中心已经停课，不过停课却无停学。每礼拜委托有心顾家智能治疗师来设计课程。互老师甲长辈伫线顶见面，采用轻松的游戏来训练记忆，毛替长辈定做运动方式。9点半一到，就这时段上线活动。最后3秒3、2、1、2，来速配，速配，你卡开。关起来，高起来，把手改亮起来，来伸展你向大腿。因为我们这个课主要是为乐龄设计的，那乐龄就是我们55岁以上的长辈，所以主要这个课，原本在设计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运动加动脑的一个混合的课，所以会有运动的部分，会带长辈有一些，比如说拉筋或是有氧或是肌力训练的部分这样。对，然后动脑的部分也会加进去，比如说训练他们
长辈的注意力啊、记忆力等等的这样子。因应 COVID-19 疫情以后，将成为流行性感冒，甲咱社区共存的趋势，加上因应超个人社会需求，所以分班总干事甲乐龄学习中心会持续沟通，将课程改成线顶的形态，利用 FB 或者是 Line 来多元设计。未来我们也有规划那个就是折纸的一个教学活动，哈，也是用LINE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因为这LINE的一个使用呢，在我们大哥大姐来讲，就是在之前的电脑课或是在他们的生活上使用的相当的频繁，所以呢，这样的学习方式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容易入手的。那所以其实我们未来真的会去再研拟更多的一些线上学习的方式，不管是直播啦，或是就是Line 啊，或是那个 Google Meet 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学习。据了解，丰杰分班去年3月成立到今，已经招募120位长辈。目前体智能课程改成直播以后，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加入丰杰团队会乐龄活动的脸书，做伙伫厝内学习。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有一寡患者会同时看中医，嘛会看西医。医生就提醒，若是有这款情形，一定爱甲医生讲，有食什么款的中西药，避免造成中西医重复用药啊，颠倒造成身体负担甲副作用。现在中西医合并治疗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过真侪患者却唔敢甲西医讲有咧食中药，惊被医生念。当然有咧看中医的时，嘛拢唔敢讲有咧看西医。所以有当时会造成中西医拢开共性质的药啊。奇美学中心就表示，有一位86岁阿伯，2礼拜自费做一班循利宁保健，佮食外汇中药粉，所发生昏倒、跋倒几啊摆。银发族的朋友，如果正在服用中药或西药的时候，一定要明确的告知你的医师，你正在服用的药物是属于治疗降血压还是降血糖的药物。尤其如果有服用抗凝血剂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告诉你的中医师或西医师，因为有可能你生活上出现一些小状况，比如说头有点晕，或者是说走路不太不稳而跌倒，或是你的排便形态有改变，这可能都是一些跟你疾病的发展有关系，或是因为药物服用之后所产生的现象，这些都必须让你的医师知道，他们才会做最好的药物的调整，这样才能保障大家的安全。药师除了提醒看医生时，需要让医生知影，佮有咧食什么款的药物，或者是保健食品。同时嘛，进一步提醒食中西医药的时间上好分开，至少1点钟以上，才会当避免药物的交互作用。尤其老大人更一定要特别注意。今日新闻管及何秋芳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